你籌劃緊一場重要嘅企業活動，希望吸引關注，讓品牌形象更上一層樓。但你知唔知道啊？一場活動嘅碳排放量可能高達幾百噸，相當於幾千棵樹一年嘅碳吸收量。全球企業正積極應對碳中和挑戰，消費者、投資者甚至合作夥伴都非常關心你嘅可持續發展承諾。碳中和活動管理服務 CNEM 係由 Riskory 喺香港率先自行研發，並獲得香港首個由國際認證公司 SGS 認可嘅碳中和活動服務。服務會為主辦方提供減碳策略，減少活動碳排放，同時達至碳中和。我哋嘅活動碳排放計算係獲得 SGS 嘅認可，因此可以防止漂綠，切實支持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，提升企業品牌形象，從而擴大活動嘅影響力同埋公信力。咁我哋間公司咧就係做檢測認證嘅，喺產品上嘅碳排放啦，公司嘅碳排放啦，活動嘅碳排放咧有唔同嘅國際標準去做一個第三方嘅審核，令到個透明度同埋可信性提高。碳中和活動管理計劃啟動禮嘅當日，好榮幸得到多位政商界名人嘅出席同埋支持。邁向碳中和咧係全球嘅目標，亦都係香港嘅目標，所以我好高興咧見到唔同嘅企業，包括咗今次嘅活動，都係有一個碳中和嘅一個認證。咁咧呢個係提升咗呢個活動嘅一個影響力、意義，都希望咧更加多嘅活動都可以參與類似嘅碳中和認證。咁其實係可以達至到除咗第一碳中和之餘咧，淨係亦都可以幫助到個公司咧喺形象啦，同埋佢做嗰可持續發展報告咧三方面咧係做得更好嘅。未來嘅活動唔單止要成功，仲要可持續。CNEM 可以讓你嘅活動同埋 ESG 目標無縫對接，提升品牌形象，贏得市場信任。同我哋合作，一齊為地球減碳，提升公司可持續發展表現。